Hello， Tony 啊，嗱，今日咧就同大家就唔係講一啲漏水嘅 case 啊，嗱，大家都應該有睇到我哋東張西望都講簡樸房條例或者有關嘅要求啦。咁其實喺東張西望裏邊咧，其實淨係一小部分係涵蓋咗成個實務守則裏邊嘅一小部分嘅啫。咁當然啦，其實佢仲有好多嘅內容係需要同大家講解嘅。嗱，而家咧就趁呢集咧，我哋就一同大家講翻晒整個實務守則裏邊嘅內容。嗱，呢個整個實務守則內容咧，其實係啱啱呢個星期一，其實1月19號先出嘅啫。而呢個草稿咧，其實已經喺個網上面已經刊登咗，亦都可以俾公眾人士下載。咁大家可能對於成個實務守則裏邊一啲技術性嘅詞語唔係好明，或者對成件事唔係好透徹咧。嗱，今集咧就由我呢個專家漏水專家，加埋我哋喺個建築師家認嗰陣時，同大家去分析講解，同埋究竟裏邊個內裏嘅要求噶啦。如果大家有朋友或者有業主嚟緊係想簡樸房嘅話咧，大家記得點擊個收藏同埋 forward 俾佢哋睇，因為咧成件事咧其實並唔係想象中咁簡單噶啦。咁咧，我哋而家咧就逐一個要求嘅部分，等我哋由建築師嘅角度話翻俾大家聽，究竟佢哋究竟係要啲乜嘢先可以符合到整個簡樸房嘅認證啊？好啦，去到第一部分啦。嗱，整個簡樸房嘅條例究竟個規管嘅範圍或者個規管嘅單位究竟係點呢？嗱，其實喺個實務守則都講得好清楚嘅。如果任何嘅業主口頭或者書面上面租咗2個或以上嘅分間單位俾出面嘅人，或者叫公眾人士咧，或者我哋叫收租啦，其實就屬於係根據翻簡樸房條例裏邊規管噶啦。咁即係話，譬如你一個單位本身已經間咗3間、2間或者5間都好啦，超過咗2個或以上咧，其實你就受呢個簡樸房條例監管。咁好啦，其實有啲乜嘢係唔做得簡樸房咧？嗱，喺個實務條例裏面守則咧講到明噶啦，有幾樣嘢係唔做得嘅。第一，就唔可以喺工業大廈度做。第二，所有僭建物如果去申請個簡樸房咧，其實係唔做得嘅。咁去到第三啦，其實就係講緊丁屋同村屋啦。嗱，好多時咧，好多人都問我丁屋同村屋究竟做唔做得簡樸房，究竟受唔受規管？嗱，其實喺呢個實務守則你已經寫得好清楚，所有丁屋、村屋或者寮屋，亦都係唔可以申請做簡樸房噶啦。好啦，咁頭先都講咗丁屋啦、村屋啦、寮屋啦、僭建啦，其實嗰啲部分係唔可以做簡樸房啦。嗱，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其實實務守則裏邊咧係冇提過大家嘅。咁我哋作為一個建築師，我哋又提一提大家啦。嗱，所有嘅新樓咧，其實有大廈公契約束嘅。近大廈或者叫近香港10年裏邊咧，所有嘅新樓其實佢嘅地契條款咧都有限制住究竟個單位嘅數目。假如大家係住緊一個即係有 own 咗或者叫擁有一啲新樓宇嘅或者新建或者新發展商啱啱交俾你嘅單位嘅話咧，其實有理由相信，如果你真係要做簡樸房嘅時候咧，你必然要揾一啲專業人士 check 翻晒成個地契條款同埋個大廈公契，你先諗佢究竟做唔做簡樸房。因為如果萬一你冇去 check 而真係有呢啲條文喺入邊咧，你有好機會觸犯咗成個我哋叫做地契嘅條款，咁你就會引致可能地政處會控告你啦。如果你連干犯埋或者叫違反埋個大廈公契咧，其實管理公司亦都有機會係可以進行一個票控你或者叫強制你唔可以做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喺啲新樓啦，我叫較新樓要去做簡樸房咧，你記得揾專業人士查清楚，費事咧你就用咗錢之後咧，其實最尾做唔到，仲要俾錢還原。好啦，去到第二部分啦。嗱，其實大家都理解究竟簡樸房成日都講最低要求，最低要求。嗱，根據翻成個實務守則咧，最低嘅要求亦都講得好清楚㗎啦。首先，你一定要跟翻晒屋宇署我哋叫合法劏房嘅標準。佢哋因為本身有個 Code of Practice，即係話個作業守則係點樣去合法間隔個單位嘅。嗱，包括有幾樣嘢。第一就係話你間隔牆咧，究竟會唔會係適合個結構何在？防火嘅要求、通風嘅要求、照明嘅要求、採光嘅要求等等。嗱，一陣間咧，我哋會逐一講俾大家聽。嗱，但係首先一個最大嘅要求咧，其實就係嗰個面積啦。嗱，喺個面積裏邊咧講得好清楚，係8個平方米，就係86個平方尺。嗱，唔可以少嘅，因為其實喺個實務守則裏邊咧都寫得好清楚，佢係計實用面積嘅。咁即係話本身包住單位嗰埲牆咧，個牆嘅厚度係唔可以計。咁
但係窗台亦都唔可以計，冷氣機台都唔可以計。咁咧，但係咧佢就可以包住咗個廁所，即係話間廁所個幅牆就可以計啦。咁即係話成個圖形裏邊咧就講得好清楚，實用面積包廁所係唔可以少過8個平方米，或者叫86個平方尺。咁高度啦，其實如果震底咧就唔可以少過2米。如果唔係震底或者叫石屎樓板咧，就唔可以少過2.3米。嗱，呢個咁嘅框架咧喺簡樸房裏邊咧係必然要符合嘅要求，即係話你如果做唔到呢個要求，或者你當新做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根據晒呢個規矩去做。萬一你個單位如果真係一啲舊樓區做唔到咧，其實你要諗方法去處理㗎啦。嗱，好啦，去到第二部分啦。嗱，另一個比較重要嘅環節就係講消防啦。嗱，大家確實係講消防嘅話，啲嘢燒唔着啦。嗱，喺屋宇署嘅定義裏邊，或者叫我哋而家嗰個實務守則講到明，消防其實有兩樣嘢，走火同埋消防。咁走火裏邊，我哋先講啦。其實大家喺東張西望都見到，或者之前都講過。嗱，如果你哋個大門口冇更改嘅話，其實你哋個走火通道咧係叫0.75米。如果你哋個單位係超過200人咧，其實咧有機會咧係要做到去0.85米嘅。咁呢個係一個條件啦。咁當然你話會唔會多過200人咧？咁你就睇下你個單位有幾大。咁第二個需要去注意嘅就係話你個大門有冇更改啦。如果大門真係有更改嘅話咧，你個通道咧係要需要做1.05米嘅。咁點解咧？就因為驚你哋個走火門唔同咗啊，個路性唔同咗之後咧，個通道都要闊咗。咁所以咧喺你做嗰個簡樸房嘅時候係需要理解咧，究竟你個門口有冇改噶啦。好啦，另外第二部分就係嗰道門啦。嗱，正如我哋之前你或者大家喺東張西望都見到啦，道門一定要有膨脹膠同埋防煙條。嗱，記得一樣嘢，其實而家香港嘅屋宇署咧，其實唔會收英標嘅門噶啦，只會收歐標嘅門。嗱，個分別喺邊咧？英標咧，我哋成日都講啦，其實佢係跟英國嘅標準，即係 BS476。如果跟歐標嘅，嗱，至於歐標嘅標準咧，其實唔同 BS476啦，我哋其實有一個叫歐標就 BSEN 1634嘅。分別係咩咧？其實佢除咗嗰個測試嘅方法有唔同，嗱 BS Standard 咧就拎成隻門去燒，歐標嘅標準咧其實係用點燃嘅方法喺度門唔同嘅點，用佢嘅高溫去測試嘅。咁所以成個測試方法唔同之外咧，其實仲有條防煙條喺個門底，就避免有煙霧嘅蔓延去到走火通道啊等等。咁所以大家買門或者去做簡樸房嘅時候咧，必先要同啲師傅或者你個承辦商講，你一定係要用歐標噶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佢一定寫咗喺個實務標準咧，都寫住你要跟2011年我哋叫做嗰個建築物裏邊消防安全嘅標準。嗱，千祈大家唔好理解錯，2011年屋宇署嗰個消防標準係2011年啦，因為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嘅屋宇署咧，已經去到2024年嘅版本㗎啦，即係話佢個 heading 係寫住2011年，即係話個抬頭嗰本嘢咧係寫住2011年Fire Safety Code， 我哋英文叫 Fire Safety Code， 中文咧叫消防安全標準，但係佢已經出到去2024年版。咁所以咧，你哋要參考嘅時候咧，就唔好揾翻咁多年前啦，你一定係喺上網裏邊 download 翻或者叫下載翻2024年嘅標準去睇。咁好啦，咁去到走廊個部分又點咧？其實佢都講到明，因為你要做一個滅火筒啦、獨立嘅水吊錶等等啦，所有嘅裝置其實都要有一個內火1小時內火時候去圍封翻呢啲咁嘅水錶電錶。咁而做咗圍封之後咧，其實佢唔可以侵佔落去走火通道嘅一部分。咁即係話我哋成日行裏邊講 clear width， 即係話一個好清簡單而冇障礙嘅通道嘅闊度。咁所以其實大家去做一個規劃嘅時候咧，記得留意翻所有水電錶都係要用個1小時內火圍封咗之後咧，個通道要有翻0.75米或者1.05米啦。咁好啦，講到個內火時效，其實都講噶啦，門啦、牆身啦都要有1小時嘅內火時效。喺個實務條件裏面實務嘅守則裏面都講咗，佢係需要你哋提交翻嗰個證書，正本嘅證書，即係話道門根據歐標嘅標準，有嗰個正本嘅證書要交出嚟俾嗰個專業人士交上認證啦。另外，其實屋宇署都有講過，你要交埋個送貨單。
你一定要話翻俾佢聽，呢隻門係由邊度木門嘅 supplier 度買，去到嗰個地盤，一定要有埋張送貨單，其實屋宇署先會收嘅。咁但係咧，可惜就係實務守則裏邊冇寫到咁 detail。但係而家所有屋宇署嘅規矩咧，除咗證書之外咧，提貨單或者送貨單咧都要擠埋落去㗎啦。嗱好啦，其實去到頭先講咗咁多個要求之外咧，嗱其實仲有一個好細微嘅要求咧，就係話其實所有嘅簡樸房單位裏邊咧，就唔可以做明火嘅煮食嘅，否則你其實本身應該有個公共廚房咧，即係話有一個有耐火性圍封嘅廚房咧，你先可以做翻個明火嘅煮食，即係話你只能夠用電嘅熱爐，但係就唔可以用嘅火爐。好啦，去到其實個單位入邊有消防要做啲咩呢？其實咧喺嗰個實務守則裏邊咧都講到好清楚，每一間房都要裝一個獨立火警偵測器。嗱，其實我哋喺之前或者較早前都講過，可能大家唔係好理解。嗱，根據消防處嘅實務守則講過，呢個獨立嘅火警偵測器咧有一定嘅標準嘅，包括我哋嘅國標啦、英標啦或者歐標。咁你一定要跟翻嗰個標準買咧，其實先符合嘅法例嘅。嗱，小弟或者我哋都啲朋友啊，或者我哋嘅同事都出去揾過，有大部分或者叫有一啲嘅五金鋪咧，係賣緊一啲冇標準嘅獨立火警偵測器，佢哋簡稱為煙霧頭。咁煙霧頭同獨立火警偵測器有少少分別，或者大家可能覺得冇分別之外咧，其實大家要留意就一定要跟標準，跟得標準就可以做啦。咁好啦，裝完上去咧，其實大家都要留意就係根據實務守則咧，仲要一個註冊嘅消防承辦商出一張消防嘅 FS251，證明呢個消防嘅獨立嘅火警偵測器係運作正常。而呢個咁嘅獨立火警偵測器咧，係要每年都要年檢一次，而每年都要出一張 FS251。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年檢咧，對於呢個火警偵測器咧係必須要噶啦。好啦，咁頭先講晒所有消防啦、走火啦，去到嗰個叫做結構性荷載嘅要求啦。嗱，根據翻成個實務守則咧，其實或者叫屋宇署合法劏房嘅標準，根據小型工程講間隔牆嘅標準，即係話好多個標準啊，大家都嗱，其實所有嘅間牆咧，根據一級小型工程咧，係需要有一個結構嘅計算。證明翻呢個單位嘅結構荷載係承擔到或者有足夠嘅承重力係承受晒所有間隔嘅牆。咁所以其實而家跟翻晒呢個實務守則指示咧，必須要專業人士計翻呢個結構性荷載嘅數字或者結構性嘅評估，交埋俾屋宇署咧，其實先叫合規合法嘅。咁即係話大家啲嚟講，其實可能要需要個結構嘅專業人士。計翻呢條數，俾翻呢啲業主去交埋上去，呢份文件咧就證明咗呢個結構嘅荷載係承擔到所有嘅牆身嘅重量，咁必然先叫做證明到而家呢個單位咧砌完牆之後咧，其實係結構性安全嘅啦。嗱好啦，講晒結構啦、消防啦、走火啦，咁大家成日都理解究竟個廁所究竟有咩要求啦。嗱喺呢個實務守則亦都講。每一個廁所嘅獨立廁所啦，其實需要有一個花灑、面盤、座廁。嗱喺個要求上面咧，其實一定要有嗰啲喉管咧，係必須要有一個叫反虹吸管啦，同埋有一個叫 U-trap 嘅隔氣安裝。咁喺個防水裏邊咧，其實有一個明文嘅規定係講得好清楚噶啦。嗱，大家而家睇一睇張圖，根據翻屋宇署 APP 即係叫作業守則 APP105咧，其實講得好清楚，每一個廁所嘅範圍需要由防水嘅高度係幾多？嗱，簡單啲嚟講，其實沖涼要幾多咧？其實沖涼咧最好嘅1.8啦，建築署話。咁而家有時咧，佢哋都講去到2.2米或者去到全高噶啦。咁有啲洗手盆咧，其實佢都講得好清楚，要做到1.1米高。咁如果一啲唔係沖涼嘅地方咧，其實個防水要做到上去30厘米或者叫300毫米嘅高度，咁一切咧就跟翻晒呢個APP1505，即係呢幅圖裏邊嘅限制要做好晒啦。好啦，講完成個廁所嘅防水之外咧，
或者配備之外，咁其實仲有啲咩要求呢？嗱，喺個實務守則裏邊都需要再加，除咗個廁所有一個水源之外呢，佢仲需要喺個廁所以外多一個水源嘅，即係話佢可能係出邊有一個星盤或者個叫洗手盤，係 for 佢啲人去洗碗啊，或者係一啲生活上面用嘅要求。咁所以其實喺個作業守則裏邊呢，而嗰個洗手盤或者星盤呢，亦都需要安裝咗隔氣同埋反虹吸管。嗱，成個嘅要求其實已經講得好清楚，而防水咧，或者我哋點樣試防水咧，亦都一個明文嘅規定啦。嗱，去到漏水專家講咧，就係話其實成個防水咧，佢係需要提交一個識水嘅檢測記錄，亦都提議或者鼓勵所有做簡樸房嘅承建商或者所有專業人士做嘅時候，最好同樓下協調下，因為咧佢最想就係落埋樓下影相測濕度。做之前其實有一 set 啦，做完之後咧都要有一 set， 成份嘢咧就當係一個報告，交翻夾埋落去個簡樸房嘅要求，再交俾個房屋署。咁點解咧？因為目的就係希望一啲我哋叫做確保咗成個防水咧係得以妥當，先交翻俾個業主去租俾人嘅。咁好多時你都知道啦，其實劏房成日都會漏水。今次咧其實係都要需要一個專業人士去鑑定成個防水層係冇問題，先可以做到認證噶啦。好啦，講晒咁多嘅防水要求啊、廁所等等，而家就講個通風同埋採光啦。嗱，首先就係話其實都喺個法例上面或者叫作業守則咧，都講到明。就係每一間房需要有0.1個平方米嘅窗係開得，或者如果你係推出去嘅線窗咧，係唔可以少過0.6米嘅。咁如果其實有得講明，如果你隻窗對住大街，嗱喺我哋行裏邊咧，其實成日都講我哋叫 external air 同一個叫 open air。咁如果對住 external air 咧，其實佢哋唔需要係有一個抽氣量嘅要求，但係如果你對住一個天井，我哋叫做可能係一個後巷等等嘅設施或者叫地方嘅話咧，佢除咗嗰間屋要通風量之外咧，連個廁所都要一個叫我哋叫換氣量超過5次每小時噶啦。即係話，如果你個房本身係喺比較後嘅，而嗰間個房嘅窗係對住天井，或者係叫我哋叫通道巷，或者叫做係叫庭院等等嘅地方咧，你間房同埋個廁所咧都要提供翻5次每小時嘅換氣量嘅風扇先做得噶啦。咁成個要求可能你話喂，究竟點樣計㗎？嗱，喺我哋行內裏邊咧，其實我哋有數計到嘅。計完之後咧，就配備翻有嗰個通風量嘅風扇，買完之後連埋提貨單，連埋計數咧，一次交俾屋宇署咧，或者叫房屋署咧，就可以做認證噶啦。但係留意一點，喺呢個部分咧，有一個好難嘅要求，就係話究竟個天井或者個庭院或者後邊個缸井，我哋究竟個 size 有幾大？嗱，其實喺呢份嘅作業守則裏邊，或者我哋叫做規定裏邊咧都有講噶啦，我哋叫 open air 啦。其實就話呢個天井一定個底部要有個進出口，而上面係冇蓋嘅，就即係 make sure 有風啦，有光可以滲到落去啦。咁而所以其實亦都講到個尺寸咧，就係任何嘅水平尺唔可以少過1.5米，即係話個缸井亦都有一個尺寸上嘅要求。咁更加其實就係講，如果個天井係個牆壁嘅平均高度啦，每6米嘅牆壁裏邊咧就要有1米嘅平方米。呢個係喺我哋本身建築師裏面係知道我哋叫 open air 嘅要求。咁但係大體上，如果你跟翻成個天井每一邊係超過1.5米冇頂嘅話咧，其實已經 fulfill 到噶啦。咁所以其實你當開則我哋叫間隔嘅時候咧，咁你必先要留意翻所有嘅要求，否則咧喺個配備上咧，你要補充翻一個每小時換氣量超過5次嘅風扇俾嗰個單位噶啦。嗱，好啦，講咗好多要求啦，大家可能要啲時間去消化，所以嗱，去到最尾差唔多最尾嗰部分咧，其實就講究竟獨立水錶同電錶啦。嗱，講咗電錶先，因為佢係電錶咧。有持牌嘅註冊電力承辦商嘅人咧，嗱，其實包括咗 A 牌啦、B 牌啦、C 牌同 H 牌嘅。其實無論邊個牌咧，其實都知道點樣去做個申請。嗱，其實係填份 form，
話俾你聽，其實呢個有個認證嘅單位，而個認證嘅單位係跟翻晒簡樸房條例嘅話咧，其實中電同港燈咧申請張紙俾佢，佢哋一批核就會根據翻嗰個註冊電力承辦商咧就俾你掛標噶啦。電力正常咧大概可能1至3個月就有標嗱，但係水標咧其實就比較我哋叫困難同複雜。嗱，根據翻成個作業嘅指引或者叫實務守則講啦，水標其實有2個方法去處理。第一，你就好似我哋起新樓或者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起新樓嘅時候點樣攞水標咧，就要入咗張542問佢有冇水，跟住佢批咗水，即係話有啦，咁佢就要入翻張46，即係叫 WWO 46嘅水務署實務守則嘅表格，1、2、3、5要做好晒你先攞到個標。咁1、2、3、5就唔太多講，因為咧比較技術性高。咁你做好晒嘅時候咧，歷時跟呢個規矩咧，有機會3個月至半年不等，你先攞到標。嗱，喺第2個途徑咧，就另一張 form 啦，叫 1156A。咁發生咩事咧？ 1156A 咧就話翻俾水務署由持牌水喉匠同水務署作出一個簡樸房分間單位分標嘅申請。嗱，佢講咧其實個好簡單嘅啫，填張 form 可能4頁紙，你要申請幾多隻標。嗱，但係喺個實務守則裏邊咧就冇話翻俾你聽，其實水務署有點樣去監管、點樣去審批先俾個標你嘅。嗱，根據我哋攞到、揾到或者喺呢啲叫持牌水喉匠得到翻嚟嘅消息咧，其實如果根據1156A 去申請嘅話咧，有機會其實有幾個步驟需要注意嘅。第一就係所有水喉你要交翻晒合資格嘅 cert 啦，即係成日都講無鉛啊，點樣去扭啊咁樣嘅方法啦，即係個物料上面一定要符合水務署啦。第二就由持牌水喉匠去入，跟住第三就要邀請水務署落嚟睇，而邀請水務署落嚟睇咧係要俾錢嘅，即係可能3000零蚊一次。咁如果你本身有 defect， 水務署唔收咧，你就要不斷叫佢嚟睇，直至到佢滿意，咁咧佢就會先俾個標你。大概歷時咧都可能係3個月至半年，甚至1年不等。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做簡樸房嘅時候，點解有一個3年時間嘅空窗期俾大家去做咧？就因為就算申請水標同電標，你哋都需要大概半年至9個月去申請。咁即係 once 你做完咗你成個簡樸房啦，咁你做好晒所有嘢之後，申請獨立水標電標咧，你都要等大概3個月至半年時間。嗱，假如係有啲新嘅方法或者更折衷嘅方法咧，我哋定時會 update 俾大家。但係去到今日咧，其實根據翻呢個實務守則咧，或者我哋叫做作業備考啦等等嘅條文咧，係冇一個快嘅方法可以處理到。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呢度重新講，有咁多嘅要求，大家可能未必消化得晒。但係有好多時都同你講，如果無論坊間嘅師傅話俾你聽識做咧，大家記得點擊收藏翻呢條片。睇多一次，究竟你哋師傅嘅報價係咪跟翻晒成個簡樸房嘅要求去做？否則你做完嗰份嘅簡樸房咧，其實如果認證唔到咧，喺2027年嘅3月咧，你就會犯法㗎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問我，喂，咁你攞住呢本實務即係我哋嘅作業守則或者實務指南咁去睇咪得咯？冇錯嘅。咁但係有好多嘢咧，其實我頭先都講啦，有好多嘢係啲專業人士先做到嘅，包括第一樣嘢。個結構性荷載嘅計算唔係一個普通嘅師傅做到。第二，消防究竟點樣去安裝，買邊隻啱規矩或者叫啱標準，亦都唔係普通嘅師傅識做。通風量、重採風，亦都係一啲叫專業人士，好似我哋呢啲咁，先可以話翻俾你聽點樣為之認證到。咁所以其實咧，而家房屋署或者屋宇署咧，其實好鼓勵大家揾一啲專業人士去處理呢啲簡樸房。如果一啲我哋出邊可能坊間嘅裝修公司，如果真係唔知嘅時候咧，令到你哋咧就會抌咗一嚿錢落海啦，就要由頭到尾可能由頭做翻晒先合規矩。咁所以咧，大家咧留意下啦，簡樸房嘅要求其實有好多，千祈唔好普通相信一間裝修公司可以做到，今次係必然一定要專業人士先可以處理噶啦。嗱，所以如果大家睇完呢條片，反覆理解咗件事之後，仲有咩唔明，而或者大家對簡樸房有啲乜嘢嘅問題啊，或者疑惑等等啦，隨時打俾我哋一定會可以解釋到俾你聽。嗱，另外都喺度最尾都講啦，嚟緊咧，其實我哋應該會開一個 live 係講簡樸房。
咁大家密切留意我哋嘅頻道，我哋會發放翻俾你聽嗰個時間同埋日子，大家可以喺呢個 live 裏邊咧就免費可以諮詢到我哋呢啲專業意見，同埋有關你哋唔明嘅問題，咁又會由我呢個 Tony 即係去解答翻俾大家聽。嗱，今集係咁多啦，中意我哋條片記得點擊收藏，同埋俾翻一啲真係想做簡樸房嘅時候又想合法嘅人士睇啦。拜拜。